千祈咪少睇呢3樣嘢啦，佢係一個萬能嘅配方，你花再多嘅錢都買唔嚟㗎。將佢哋全部倒入清水度，解決咗每家每戶嘅煩惱。首先準備6毫子黑豆、5毫子糯米、8毫子花生米，按照1比1嘅比例，全部倒入清水入邊，用你點讚嘅右手清洗乾淨。各位哥哥姐姐們，老王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食養小技巧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啦，可唔可以幫老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鼓勵支持下？唔該晒大家，祝你身體健康。清洗乾淨之後呢，倒入個奶煲度，重點加入3片生薑，然後一次性加入500毫升嘅長江水，冚蓋大火煮滾之後，轉細火再煲佢20分鐘。裝碗之前呢，加入18粒杞子，攪勻佢，咁就飲得㗎啦。呢個就係民間流傳1000年嘅食養小妙招生生湯，既要飲湯，亦都要食埋啲湯渣，咁先至夠晒營養㗎。特別係大寒之後建議連續飲返7日，對我哋嘅氣血、頭髮都非常友好啊。嗱，注意事項呢，你往打評論區啦，記得睇睇。